这是咱看后边时间吼，来把握一下，笔吼。好，这段就是以中用的顺义代义嘛，顺义代义也有吼，顺好运而好出美人吼，就要讲的是这两个。顺好运，好运是安怎？代表无自我，其实咱讲伊也在得信哦。有自我人是不会好运的，好茶而言，今日人的话，一旦改分辨出来，为人吼上今日人话有甲分不清楚是非啊，重点是后边。有啊，我今日要讲的是这两个阴恶而用善，就以两端用其用无比，隐恶扬善。有真侪人拢把一句话范围限缩起，拢会感觉讲，是讲人的好话，是讲人的好，讲人的歹话。其實要做到呢就無簡單啦，因為大部分的人講是非，攏是反過來，攏是以善而揚惡。因為伊感覺無講歹話好像不夠刺激，我感覺講甲人開講無講一寡較辛辣無啥物話題。所以咱話毋通是毋通是愛講的，因為講久了，你真正你好像為了要欺騙，為了要話題，當然講一寡無嘛講到變浮皮啊啦。我都以恶而扬善，因为以恶扬善好像都很平淡嘛，这样拢有区别啦。但是真正做代志就是爱安尼啊。甲人讲话啊以恶扬善，但是咱个有咱的自心，咱自心的恶爱稳落来，稳恶自然的养生。这句是易经讲的啦吼，易经嘛讲着以恶扬善啦。其实讲起来是咱这以恶的人啊。恶扬善，咱这个恶会当来拗落来，这善自然会出来。这个重点是咩呢？大佑就是这卦真好啦吼，伊会变来讲这卦非常的好，火天大有大福报，飞天大佑，就是讲，伊咱地位来讲，天顶本来或者是太阳嘛，地球全部一切。有研究的拢知嘛，全部是拢是太阳，都是太阳赐予的。咱全部的能量、全部一切、全部资源，拢是太阳赐予，所以这个是大福报的意思了。你这个大福报要安怎来？就是讲咱一定有大福报啊，咱有大福报啊，咱爱以恶扬善，大福报来自于恶扬善，歹的拗落来，歹的拗出来，因为这个是，毋是讲歹的，咱家消失去啊，咱莫互这个出来伊的。咱的业道是固定的，但是咱会当互咱的业道莫互出来。理处理一，头前讲到的色身香味触法，咱尽量忽视它，尽量不去在意咱的感受是安怎，恶会落来，自然的善会出来。顺天是有灵，恶扬善是上界顺天的哦，这是天的意思，毋是讲人的意思。咱顺着这个天的意思是恶扬善。咱嘛想讲，咱今日要讲什么辛辣话、刺激的话，咱都嘛知嘛，新闻媒体都介意并来，明明个无代志，咧讲这个新闻讲较无伊嘛会讲是听说、据说怎样，具有一大堆的不用负责任的话，就是为了炒作新闻话题。但是现在问题出来，其实吼，讲到最后，其实拢互咱起心动念利益啦，对任何的间隔拢无任何的改变。但是过程咱大家体会者非常的是，一直不断提升，其实规个社会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新闻媒体也是讲，咱开讲是安尼，然后不断的起心利益啊。起心的是一种恶恶，就是一种恶恶，起心就是恶。所以咱嘛想讲，咱讲话互起心无安怎？这个是一种恶啊。咱莫互起心，家己嘛莫起心，咱的天性就会出来。这是上界顺天的代志。别修行，修是美好的意思。比咱古早的尚书，这个修是指美好的意思。君子修还是君子修修天顺命然后这个修是古早是都美好的意思哦。那愿意恶扬善，那顺境的天，那会感觉到生命这么的美好。
生命这样好呀，顺天修命，这么美好的命，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命呢？你管你以恶扬善就好了，无偌困难。学的物件，莫想讲想要创造家己的任何的价值都不需要，因为那是形而下，形而下是无任何的价值的。不是讲你创造网络三样就怎么样，无任何的价值。上较赞、上较好的是，上天这么美好的修命啊，这么美好的，为什么不给我的大有呢？上盖多啊福报呢？你不爱做哪来最大的福报？这边他这里还可以当常客了。一体永端永一用无名啊，持其两端，这是分成两端不同啊。两端简单讲就是有生灭，起分的心呢。这个物件会互我起分的心呢，就是两端。咱们想讲，爱心我来听多这两端。我今仔日会当做这件代志有理由，有理由了后，咱会支持咱的信念。这伫世间来讲，这无啥物唔对啊，但是这是两端哦。你找到一个理由要去做，要去想要得到，想要怎样，这是两端哦。这个理由真多啦，比如讲今日有人甲我，有人甲我路着，我有理由来骂啊，对哦，这是理由啊。这里撞到了，有帮他打点名，刚是理由来拍死，有人来讲就是甲拍死啊，但是有人习惯就是安尼啊，到尾是话对，不过伊甲我打10票嘛，打转去啊，不然就甲拍死，那我看他有理由，咱不要小看找到一个理由啊，咱找理由，咱懂杀机。找理由，咱懂坚持，这都是两端。咱讲你是对的，这个是科比的所在。咱找理由啊，咱合理化咱个行为，咱合理化家己行为，到底要惊见得啦。所以直接两端是讲，咱两端咱知就好。我有理由，我知，内底是对，我知，我啥物拢知。但是我袂为了这个理由继续发展下去，我赶快用其中，我用功德就好，啥物拢功德就好，功德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无上正等正觉，像抽象的，它无限的包容，我用现在新的，家己的情绪无遐尼重要，迄拢是理由尔，毋是咱找的理由就无代志啊。咱找的理由，咱行向两端，行会当来功德啊！这是最大智慧啊，最大智慧啊！咱若无都去用心去体会，咱来讲，为什么顺这样子的大智慧？大智慧又大福报，在于咱网络里行这功德利益啊！所以，愿意转啊，咱个上重要的本心。所以这是富化，这是本的。好，主题啊，大智慧该怎样？我们的本是相应，回复到本心，痛啊，归根复命。往等啊，临时直起两端，这两端就造出来嘛，越走越远，用其中一面的修等。我找到一个理由啊，我要想起我要安怎，我的心又回去了。我直起两端，我才有我中大我什么都不用在乎，我愿意收回来，我愿意如如不动，我愿意谦，我愿意让自己光。赶快这件代志，方向不同，结果就无同啊，所以爱主力啊。自己知影家己本心是安怎，愿意修掉。其实咱的本心，咱的本心就是天心啊。上天爱咱做是，要去了解这个天心理处理力啊。天命就是安尼，永远都去了解天命智慧心这本性，对把人做些。
自知在内讲啊，回到最原始的本心，德必是伊上快重要的第二者，第一本呀。好，继续来看，最后一个核心哦，信。这个信哦，毋是咱这个信，毋是讲守信用的这个信呀，守信用是这个信其中的一环。这个信上快重要就是一个真信。毋是中信啊，是一种信心啊，真正相信的心。哦，其实佛经、金刚经也是法济经，佛道其实拢咱讲起来道理意义，愿意相信，咱就是佛，如此而已。愿意相信，咱的祖先，这个道义善，咱这个神愿意相信。愿意相信，咱本来就是佛，恶恶扬善。你相信了，你这神就出来了。你愿意相信，就是讲唔相信就叫我扫除。你祖先安尼就是出来的。愿不愿意相信，众生都是佛。佛经的伊核心是这意思。咱咱看佛经这个法，伊讲遮尔济，其实都要看，咱有相信。你愿意相信就会当啊，毋是爱咱做偌济代志，你愿意相信，咱今日行这道嘛，你愿意相信道无？愿意相信形而上未知道这个道无？愿意相信这个看袂到的，毋是相信外在这一切形而下的物件。愿不愿意相信，就差伫遮，归不归，属不属，差极合意，是成立。属灰，灰毋是灰啊，属毋是属啊。有经典人讲这个意思啦，讲灰啊，说跟这个福也吼，毋是讲是不是的意思，它是是也是是，是不是也不是也是不是啊。就是讲这毋是世界上的见解啊，你掠转来无分别的，毋是讲一定是是，一定是非。你若执着在是，执着在非，你都落入两端啊。所以非不非，属不属，毋是讲一定爱安怎差之毫厘失千里。你若个来掠了了，你个失去千里啊。这是永嘉大师正道播讲的啊。哦，这两句有典故啦哦。西节良入本先分，规节神仙先喊归。书愿意，刚刚讲是愿意相信这个道理。哦，这是《法华经》第12品内底的故事。《法华经》内底讲到莲入的故事，龙女、观世音菩萨一边是善财，一边是莲入。哦，其实他们拢是带这个视线啊，视线里面故事我咱讲。哦，善财童子视线53参。龙女这4仙，龙女顿成佛。灵，然后讲是神兽嘛，神兽是啥物？其实嘛是畜生道，是畜生道中大福报的畜生道，因为他们可以实现神通，但是嘛，他们也嘛是神灵，正是畜生道，但是龙女就相信佛，《法华经》。莲入就在佛的面前献上他的真心，就是讲咱供养佛嘛，龙女就供养佛，完全相信佛所说的，就这简单。然后其他的大菩萨就看到龙女瞬间成佛，顿时成佛，马上就是讲本来是龙女的化身，马上应化为男子身，然后应化成佛。哦，也故事是安尼写，就愿意相信尔，相信。佛陀所讲的话尔，无啥物好怀疑的，为什么去怀疑呢？像咱佛陀讲的要怀疑呢？佛陀讲是就是是，是就是是，龙女顿成佛。啊，咱今日谁来怀疑？我执我见，一定要有家己见解，一定拢相信家己利益，无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圣人，拢无怀疑，家己已经是大堆。我看你规节
神仙善心，另外一个是非嘛，善心是谁？善心是佛陀的大囝哦。佛陀有3个儿子，其中上较有名是小儿子罗睺罗，伊是10大弟子。佛陀的囝里有出现一个10大弟子，但是嘛，这个大儿子落恶鬼道，落地狱道，那差较济。伊毋是做啥歹代志呢？伊跟在佛陀身边24年呢，当佛陀的侍者嘛真无简单呢。咱今日对别人伊样共服侍，这无简单呢。但是这个出一个问题啊，当你的信心无够，你的智慧不明的时阵，伫边的人反而犯是上介危险。所以古早有所谓的家己囝毋通家己教，要易子而教。这时阵佛陀，这个囝是家己身躯边，阿拉嘛知嘛。敢咱上介亲近的人，上容易看到咱的缺点啦。伊逐工对佛陀的囝就感觉，我父亲全无啥了不起，伊嘛无啥物大事，我嘛甲平常人同款，嘛是同款生活上一切。顾了，咱感觉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当咱起这心了，你哪可能会相信佛陀的话？所以你当时善心比丘你较相信一寡话的说，因为话都讲的较刺激啊，佛陀讲很平常啊，都生活法都生活法顾了，你嘛感觉父亲好像也没什么神通，无什么了不起啊。像外口修的人，好像拢够厉害的，就无愿意相信啊。就无愿意相信，起一颗无愿意相信的心，要死之前还是不愿意相信我们讲的话，所以就落入恶鬼道啊！因为他起了烦恼的心啊，你欢乐的心这个无法去除，佛陀都去恶鬼道开始，嘛是唔相信，落地狱道啊！因为无相信，不相信见性之法，变成法就是理处理义，在你爱平常。形而上的道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道根本就看袂到啊！外道就愿意相信有形有相的，遮尔好的因缘对佛陀的边啊，嘛是共款堕陷啦。所以佛陀的小儿子罗睺罗下。我的从这个例子知影，亲近的人危险啊！所以罗睺罗是一个舍利弗教的伊典故是安尼所以罗睺罗的老师毋是佛陀，是舍利弗所以咱上介亲近的人，如果你若无见性，你若无愿意相信真理，太危险了。但是这危险是讲佛陀造成的呢，嘛是家己的这点心啊。你拢把相信家己的自我见解你个对象嘛无效，对佛陀啊，那个无成分，那个无成分。所以咱袂当讲咱今日无好的老师，咱家己爱自省爱自度啊。有更较好的老师，你无相信，敢有效？就是理处啊，一样会生这个陷堕。这永嘉大师的正道歌，而且有法可以用最后个这个。经所讲的德性啊，困，叫即变异啊，困用风。咱一定拄着可以安尼，要生这个真正的信心，无遐尔简单。毋是讲咱今日有这因缘啊，有长啊，咱就一帆风顺。当然啦，一帆风顺的人很多啦，因为他愿意生这个实性啊。有实行你就一帆风顺，但是你要使用这个实行的过程，你有你的困，你的业障会来甲你牵连。全部的大道者，他修行一定考虑，你要懂得辨别，分别即变异啊。等到辨别真正是
真正的真理是啥？咱唔能求讲别人甲讲正确答案，一切都靠自己。佛道就无法度度伊个大后生啊，咱搁要叫啥来甲咱度？得之变。咱若受困的时阵，唔通抱怨，困穷到最后困甲惊了，最后就通啊，通做顶才转嘛。就甲诸罗讲啊，少年庸事难矣啊。咱诚容易困的时阵，咱就变成，咱困的时阵就无相信。有诚侪人拢会讲，拢会来电话讲，我要考试，我要读册哦吼。我电话拢毋知影怎个回答。讲有效嘛毋对，讲无效嘛毋对。对啊。讲有效，啊若无调呢？啊若讲无效，是毋叫伊莫食？就变成说，全部代志拢是种考验。啊，你若要来行这条路，毋通互这个考倒啦。咱今日来行正道，咱搁起一个心讲，我行这个正道，但那我得去，我要来。我事业会顺利无？我家庭会顺利无？我囝儿会好无？啊，你搁起这个心，把家己困掉，你家己搁变啊。这种是形而上的道要互咱物件啦。道啥物时阵讲要互咱这物件？拢是咱家己起心讲有可能得到这物件，其实拢毋是安尼，拢是离厝的，所以这个信。我都相信，所以讲德文是经信，信心成正，即成是上。当知是人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咱愿意相信，咱今仔有机会来修道，已经是诚好因的。咱若阁愿意相信，相信佛所讲的，相信圣人所讲的，咱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咱今日会当来遮。学习一定有真无简单，爱相信咱的因缘，才要相信咱的自信，咱有法度成佛。相信咱佛所讲，一不离不三心，我不是建下这么侪好的善因缘。咱若想讲咱外在一切拢无好，就当作咱无法度成佛，输钱咱顿成佛，有这个信心成就，咱的德文刺激信心清净。爱真欢喜，信心清净，要生出个法相出来，法喜要充满啊！咱毋通阁忧头无美啊！咱一定有这个好的法性，咱无要相信，所以咱更要反省咱家己。我有生烦恼，我有烦恼，我有妄想无？当咱若阁有的时阵，咱就袂快乐。咱知一切形而上就是道，外在一切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咱愿意互咱的信心清净。咱就生实相，真正物件咱就知影，当知是咱就是即种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遮尔稀有物件咱得到啊，毋是外在一切，外在一切拢无要紧，拢无价值，咱就成就这个第一稀有功德，常德乃足。咱的仁义礼智信的常德拢足啊！这个是真正咱世间上较有价值的代志，就是今仔日咱所讲嘛，修行者修行是要修这物件。修行要得到啥物？得到形而上的讲得出来嘛？有相信无？就啥相信啊？叫做理处理义，信心清净生实相。好，以上时间嘛已经到以上就是后学根据家己的心得，相对今仔日的主题用以上的简单的比喻啦，来伊大家做分享，可能对见知见解嘛，是讲了解题目嘛相当有限的。过程中有所误判，但是有所见解错误上天主比较各位同学有较指正。如果过程中有所有前几只有所提升，有所咱所讲嘛，有所增长部分，这是我最大的感恩。以上感谢，真理感谢，跟咱师傅感谢各位同学来提以上感谢各位同学。大众同学。谢讲师慈悲请到云峰，坤到云峰，然后各位一点认真下班讲，上来各位请各位同学。那讲求呢，就性挂标，刚刚性挂是刚其中加了。